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咱的国军，即马阁有传出战机出问题，这是昨在伫台中的青泉港基地换上战机本地的训练，也阁发现各种各样，只好放弃起飞。加上偏乌的马强基地 IDF 战机有2件故障的事故，8天内咱空军的战机就出3个问题。 中共国再相关台海紧张情势，国防部17发布查到34台强机，其中有14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、中部，也有西南空域。国家共拦6只，公务船2只出海绕台。国军出动机舰、反地飞弹严密应处。 国军3大战机之一，幻象2000有优秀的称冠能力，有空前的优势，捍卫北部空防。目前有6台幻象移驻台中青泉港基地，17传出1台幻象发生机械各样放弃起飞。台中基地已架幻象战机，本日上午执行例行训练起飞时，因机械因素放弃起飞，人机均安。后续将依既定检修并查明原因，以为飞机妥善。 空军讲已经展开调查甲检修确保幻象的妥善率，只是战机临时取消起飞真奇怪。专家分析，无排除甲强军加强绕台，国军陷入消磨战有关。空军针对幻象是采取延长使用，毋是升级。即马任务正严，应该考虑减少飞行时速，并谨慎评估什么时阵态度幻象。 延寿的话呢，基本上来讲，它有一定它的使用时间的啊。比如说，好，你今天延个5年，那不是说这5年之内都不会保证不会坏掉，不是哦，可能要规划哈这些飞行员转换训练啊，比如说以后啊等幻象2千都已经除役之后，这些飞行员他还可以做其他的飞行员的飞行嘛啊，尤其是 F-16。针对空军8天内出现3架战机事故，立委认为国军反制强机的威胁，战机出勤率悬，加速零附件磨损，呼吁空军深入调查，确保战力未受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